下面就是说，今天呢，就是应该是以这个前面有这个发生、报生和发生的这个方式来就是赞叹，就是第一个报生这个以报生赞叹呢，就是已经这个讲完了，就是现在是第二个以这个发生这个十二赞叹啊，就是那么这个呢有一个颂词，顶礼安乐如善魔，寂灭涅槃心尽性。真实主义素华，摧毁一切大罪业摧毁一切大罪业。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这个杜牧啊，就是也叫做这个和善摩啊，就是安了这个入善摩，是这个吧？啊，上面还有个吗？这个没讲完。叫什么？叫什么？第五个，第五在哪？第五页。这个。好，这个，那么就是说，这个顶礼平美圣度母，舒张，压地，主财塔，露面怒容，面怒容，发红身，即从其中，击破其中一切处。他这里，就是说顶礼的这个平美啊，就圣度母。平美圣度母的话，平美呢一般就是我们平时说脸上有这个皱纹啊，就是有这个皱纹，也就是说呢，就是显得这个愤怒像。但当然，这个愤怒呢，跟我们这个密宗当中的像一些这个愤怒金刚啊、普巴金刚啊，就这些是有这个差别的。就这一点是我们从杜牧的唐卡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但意思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基金和微笑的这个面色呢，就是有着这个差别的。因为在有些特别刚强兰化的这个众生面前呢，其实这个是应该第七个吧，就是应该从课本上分的话呢，我记得是应该这个是这个自他保护啊，就是从自他保护的这角度来这个赞叹的。那么这个平民生杜牧呢，就是他的这个书就是书章呢，就是压制这个山地啊，就是整个这个书这个右书呢，一般我们这个右书呢，就是也这个胜负书印，就是然后他就压制这个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违缘和所有的这些魔种呢，就是都要这个控制着，然后这个教的话呢，就是财者啊，就是践踏，就是大地。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是它整个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七种世界就是这个七种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些违缘魔障呢，就全部可以这个吹破，而且这个面容呢，就是出现就是愤怒啊，就是然后壳里面呢，就是发出这个红的这种声音这个红的声音呢，就是能这个吹破就事件当中的一切的这种这个违缘，就是障碍就是违缘障碍。然后这个愤怒膜的话，那就是也有蓝色的，也有这个黑色的就是黑色的。那么
么它的标志的话呢，就是在那个曼陀罗花上面呢，就是有这个金刚火啊，就是有金刚火，也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这个金刚火呢，就是摧毁外来的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魔障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在这个自身的一些护论啊，就护论观想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度母呢就是最好的一种这个护身符啊，就我都经常想，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现在人呢喜欢就是买一些这个护身符啊，就是其实护身符是应该是去年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这个度母的这个卡片，就是其实这个度母卡片呢就是经常带着啊，就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包括在这个车里面也好，或者说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度母像的话呢，一切的这些外面的这个障碍呢，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火轮啊，或者说是通过金刚火呢，就是可以这个摧毁啊，就是摧毁，而且呢，就是自身在这个任何一种这个艰难当中，我们经常说是度母呢，就是千除八难呐比如说这个火灾啊、水灾啊，还有这个都市还有呢就是是这个毒药啊等等，就是这些灾难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迁除的。尤其是我们呢，有些人呢就经常就是出现就是不知不觉的一些魔障，就是表面上看来的是也没有出现外在的一些很大的一种这个违缘，但是内心当中的烦恼魔。内心当中的一些障碍魔呢，就是特别严重的。那这些障碍呢，也是指念这个度母来这个可以完成。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呢，就是修行是非常这个圆满啊，就是修行非常圆满。其实他内在呢，就是应该有保护的一些工具，或者说是保护的一些这个本尊啊，就这个是依靠这个度母来，就是可以完成。以前那个。尼泊尔那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好像那个什么这个猪头上是吧？就是猪头上市，猪头上市有一个资料呢，我以前看过，就是里面呢就是说到，就是在这个文革期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人呢，就是他是父亲是尼泊尔，就是母亲是藏族人，后来在那个文革这个解放期间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关押，就是3年在监狱当中，在3年监狱当中的话就要求他就是舍弃这种这个佛法的这个信仰，然而呢，就是他根本都是不舍弃。后来这些狱卒们呢，故意就是刁难他，就是让你既然不舍弃三宝，就是不舍弃三宝的话呢，就是我们不给你吃的，就是你让这个三宝面前要，就是因为你有护助，你有这个你的依靠，你就干脆就是到哪里去要。后来呢，就是好几天当中都是没有给他饭吃。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默默的这个祈祷度母啊，非常这个稀有的，就是在很多天呢，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个近视，但是呢，就是他这个身色啊，就是各方面的是越来越有这个光泽，而且呢，也一点的是不饿。后来狱卒们呢，就是也特别害怕，就是觉得是他修行上有一定的这个功夫啊，就是有一定的功夫。后来呢，就是好像通过这个尼泊尔他的这个父亲的关系呢，就是让他已经这个释放了，释放以后呢，就是回到这个印度去了。就是当时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媒体啊，很多这个上市的话呢，就是问他的一些监狱里面的状况的时候，他讲了就是很多度母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加持的一些这个感应呢，就是这些所以我们这个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遇到任何一种这个危难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祈祷度母呢，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这个管用的。也许我们极个别的人呢，现在可能想起来就是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吧，就是不一定那么拧巴。但我们人呢，就是往往的是遇到最这个可怕的时候呢，你会就是想出就任何的一种办法啊，就很多人平时的就不会可能想到什么，但是你特别难的时候呢，就是会这个祈祷，就是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你平时身体好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医生和医院呢就是不屑一顾，就是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你肯定会这个寻找这个医生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如果这个看到医生对你慈悲的时候呢，就是根本不像以前的人那样。我也经常看到有些身体特别好的时候，平时对这个医院医生的是一般都是不关心，就好像无所谓的。但你身体不好啊，身体不好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他对这个特别感恩那些医生啊，就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人呢还没有遇到就是那种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不
觉得就是多么有多么的这种殊胜呢？对我无关，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但人呢，遇到就是最为难的时候呢，就是会想起就是实际上是最灵的那种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神也好，佛也好，就是来帮助他。就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想法。就是所以呢，我们在念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要这个平美度母啊，就是平美度母的话呢，以前我们按照这个藏地的这个历史的说法的话呢，就是像那个尼泊尔的这个赤城公主的话呢，就是平灭度母的这个化身呢，就是有些历史当中呢，也有这样的。其实这个佛陀的慈悲心呢，就是它可以转化成各种各样的这个男性啊、女性啊，还有这个愤怒相啊、寂静相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的可以转化。因此呢，我们对这个诸佛菩萨祈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清净性，就是不要把它看作就是一种非常实有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认为它是一种愤怒金刚的话呢，就是它是可能永远都是这样的愤怒金刚，就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实践的一个就包括具有三巧方面的一个善知识的话呢，它有时候呢就是也可能就是显得特别特别的慈悲，但有时候呢就是也没有就是想到就是它特别的这个恐怖啊，就是这也是一种三巧方面的这个体现。实践的一般的一些善知识和老师的话呢，他也在这个不同的人面前呢，就是实现不同的这个形象呢。那诸佛菩萨度化过程当中，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更不用说就是显现的这个千变万化，就是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呢，我们总的来讲就是心里面有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什么呢？诸佛菩萨什么都可以变，诸佛菩萨什么都可以能做，我一定要随时的是这个祈祷。就是自己有了这样的一种习惯的话呢，那么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呢，就是随时的是可以呢，就是融入你的心中。